大家好，我係 GammaX， 歡迎嚟到我記頻道。我會分享對美國股市記獨到見解，從做市商記角度分析個股記期權 Gamma 數據，助你了解股票價格走勢、支撐位同阻力位。你記支持就係黑暗中的一道光。本頻道目前沒有任何廣告收入，所以你記點讚、訂閱和留言係我們維持運作的動力。如果你喜歡我們記內容，請點擊訂閱並按讚影片，咁樣會有助於我們吸引更多觀眾，並為你製作更優質記股票期權分析影片。在支撐位買入，在阻力位賣出，直到出現明確的突破。標普500指數 ETF 信託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 1.87%， 最高 675.56， 最低 650.85。收盤價 668.73， 低於錨點 670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70.00 下方 0.19% 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 36%， 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 669.00， 可能為主力派貨。SPY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 7.15%， 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飲增加 112.33%， 影響 Delta 記時間衰減敏感度。沃碼減少 111.25%， 減弱 Vega 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70.00 元下方 0.19%， 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 670.00 元 0.19%， 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 669.00 元 0.04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660元到670元。Delta 變化 97.28%， 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 100.00%， 華拿變化負 9.73%， 餐飲變化 81.85%， 沃碼變化負 100.00%。SPY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景順 QQQ 信託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。範圍為 2.79%， 最高 614.03， 最低 580.74。收盤價 605.16， 高於錨點 605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20.00 下方 2.45% 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 37%， 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 605.00， 可能為主力買入。QQQ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 29.86%， 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飲增加 84.10%， 影響 Delta 記時間衰減敏感度。沃碼減少 136.02%，減弱 Vega 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20.00 元下方 2.45%， 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 605.00 元 0.03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605元到620元。Delta 變化 98.97%， 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 100.00%， 華拿變化負 17.43%。
餐銀變化64.51%，沃馬變化負100.00%。QQQ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英偉達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6.36%，最高196.00，最低172.93，收盤價182.55，低於錨點20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支撐位180.00上方1.42%內，可能提供支撐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嘅12%內，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180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NVD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18.66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機敏感度增加。餐銀減少101.71%，減少 Delta 記時間需減敏感度。沃馬減少102.69%，減弱 V 嘅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大多數希臘字母正在下跌 ，Gamma、Vana、Charm、Vama 表明期權動態記趨勢看空。收盤價低於錨點200.00元8.72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180.00元1.42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180元到200元。Delta 變化94.01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27.78%，華拿變化負9.44%，餐銀變化負63.28%，沃馬變化負100.00%。NVDA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特斯拉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5.63%，最高428.94%。最低383.76，收盤價417.78，高於錨點40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支撐位400.00上方4.44%內，可能提供支撐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嘅5%內，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420.00，可能為主力派貨。TSL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25.86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機敏感度增加。餐銀減少124.58%，減少 Delta 記時間需減敏感度。沃馬減少104.98%，減弱 V 嘅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大多數希臘字母正在下跌 ，Gamma、Vana、Charm、Vama 表明期權動態記趨勢看空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420.00元0.53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400元到450元。Delta 變化98.66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37.50%。
華拿變化負96.99%，餐銀變化負83.34%，沃馬變化負100.00%。TSLA 記期權希臘字母為貝離，走勢為弱看跌。蘋果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2.18%，最高277.00，最低265.32，收盤價275.92，低於錨點28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80.00下方1.48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高37%，成交活躍，流動性較佳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280.00，可能為主力派貨。AAPL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貝離，期權短期為弱。Delta 增加了15.32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銀減少86.73%，減少 Delta 記時間需減敏感度。沃馬減少106.72%，減弱 Vega 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80.00元下方1.48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280.00元1.46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280.00元1.46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貝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270元到280元。Delta 變化100.00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28.95%，華拿變化47.37%，餐銀變化負98.65%，沃馬變化負100.00%。AAPL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亞馬遜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3.37%，最高230.20，最低215.18，收盤價226.28，低於錨點23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30.00下方1.64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嘅9%內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230.00，可能為主力派貨。AMZN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貝離，期權短期為弱。Delta 增加了14.90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銀減少97.15%，減少 Delta 記時間需減敏感度。沃馬減少103.16%。減弱 Vega 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大多數希臘字母正在下跌 ，Gamma、Vana、Charm、Vama 表明期權動態記趨勢看空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30.00元下方1.64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230.00元1.62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230.00元1.62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貝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220元到230元。Delta 變化100.00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
加碼變化負-24.32%，華拿變化負-47.62%，餐銀變化負-85.01%，沃碼變化負-100.00%。AMZN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谷歌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上漲11.76%，最高319.80，最低279.01，收盤價318.47，高於錨點30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320.00下方0.48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高45%，成交活躍，流動性較佳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315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沽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16.75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銀減少104.02%，減少 Delta 記時間需減敏感度。沃碼減少104.09%，減弱 V 嘅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大多數希臘字母正在下跌 ，Gamma、Vana、Charm、Vama 表明期權動態記趨勢看空。收盤價係阻力位320.00元下方0.48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315.00元1.10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300元到320元。Delta 變化100.00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32.65%。華拿變化負51.89%，餐銀變化負100.00%，沃碼變化負100.00%，股走勢為中性橫盤。Meta， 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2.97%，最高616.70，最低581.25。收盤價613.05，高於錨點60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支撐位600.00上方2.17%內，可能提供支撐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嘅2%內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600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Met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28.80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銀減少121.78%，減少 Delta 記時間需減敏感度。沃碼減少116.14%，減弱 V 嘅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大多數希臘字母正在下跌 ，Gamma、Vana、Charm、Vama 表明期權動態記趨勢看空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600.00元2.17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600元到700元。Delta 變化96.81%，
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38.89%，華拿變化負68.20%，餐銀變化負96.15%，沃馬變化負100.00%。Meta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微軟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3.45%，最高502.04，最低468.02，收盤價474.00，低於錨點50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支撐位470.00上方0.85%內，可能提供支撐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記18%內，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480.00，可能為主力派貨。MSFT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14.42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銀減少110.45%，減少 Delta 記時間需減敏感度。沃馬減少107.35%，減弱 Vega 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記變化。大多數希臘字母正在下跌 ，Gamma、Vana、Charm、Vama 表明期權動態記趨勢看空。收盤價低於錨點500.00元5.20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480.00元1.25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470元到500元。Delta 變化88.03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40.62%，華拿變化負37.05%，餐銀變化負78.29%，沃馬變化負100.00%。MSFT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今日嘅分析就到此為止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請按讚、訂閱，並在評論區留低你嘅意見或你希望我分析嘅下一個股票代碼。感謝觀看，我係 Gamma X，我們下期再見。